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福气类的节目。今日讲嘛个你今日读中医嘅观点，然后所有嘅乡亲朋友来分享，用来保持自家嘅身体，来提升自家嘅免疫力。大家来分享你今日来宾佢係你嘅中医师常准人性上分享。罗小姐，各位天使圈的朋友来宾，大家好，我係中医师常准人。分享性上係土生土長嘅關係人。嘿，今日特別有關係來，然後大家來分享，伊啲中醫嘅觀點，然後用伊來保護自家嘅身體。嘿，因為咧平常咧飲食可能多咧免疫力個代用我們表現，所以你今日所咧調整咧免疫力來本台自家咧新型流感和流行時節咧保護自家。就是吼，因為像你研究啊，你講你個新冠肺炎肺傷嘅本大家有點不安心，所以大家是非常講用伊來保護自家，比如講洗手啊，從麼就等於講大家做煙啊，來保護自家。其實除了你安用嘅，我們說外在的保護自己之外，提重要嘅事情係你個鄉親朋友，你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不然自家嘅身體好雜好好。所以安用咪好唔會就很多咪好唔會很多嘛，吼！所以今日就強頭先生呢度你喺片，然後大家來分享，所以當從啦喎，唔過一開始先讓大家來分享一個鑼鼓演繹哦，好嗎？好，來先生有看過嗎？有，文樣嗎？嘴罩皮辣，嘴罩皮，嘴罩皮裂，什麼？自然腔你會嗎？嘴罩皮裂，真的，其實呢靠唔忙先生哦。對不對？嘴罩皮裂，嘴罩皮裂，意思係嘛改嘞？嘴罩是嘴動罩啊，吼，就是覺得好像說口乾舌燥。對，然後而且有時候口乾舌燥是會讓響到全我們的呼吸道不適，對不對？那個黏膜，臉口腔裡面的那個表皮黏膜，它比較免疫力還唔好，還容易會感染。然後一乾下燥的時間，其實容易會裂開，其實受傷，就會充血，呢個病毒其實細菌就會天然落來。所以呢，呢種意思係創係教你創多少啉啲茶，啊啉啲保養嘅送入菊花退火，所以就還會讓到。睇白豆不下改時間，如果係有感覺到我們的呼吸道不適的時候，係講你嘅爸爸媽媽是咪講？而且我今日有點嘴罩皮裂，是不是這樣講？那信上剛才講得很明確，就是如果很乾，就反而容易。因為它感冒會發炎，是，所以鄉親朋友會注意哦，所以還是要多喝水啊，對不對？好，你要寫今日改鑼鼓演繹吼，哇，當有意思，以及動簡單改背，可是背後的意義很深遠。是的。不過一開始到大家來講誒，就是免疫力，想問一下信上讀中醫改觀點來講，我們一般講免疫力，讀中醫觀點，你會怎麼樣來解釋免疫力這件事情？免疫力哈，唔好嘅時間，是看得到提一點，啲胃瘡。所以就是我吃到不舒服，食啲唔錯嘅東西，其實發炎，其實嘔痢毒啊，肚食痛，呀，有人食到其實過敏，是皮膚是開起來咧。嘿，尤其你食到不新鮮嘅海鮮呀，唔錯嘅東西，你隨時胃腸道其實會來發炎。所以這是免疫力不足。免疫力，它不認識這些東西，它有毒東西。它係一種保護的機制。所以你又講到皮膚開啊、紅癢啊，對不對？對。提上邊講嘅係水唔睇翻炒。錯，水唔睇有時係病毒嘅感染，有時係胃瘡唔好。胃瘡唔好，因為胃瘡啲對神經會更敏感，病人肚食痛，你會響，你太腦，你腦神經是冇問題，有啲係。病毒的感染等於神經，你是到時候唔會見頭那啲啲痛，就係驚見痕，你見白到你見頭酸軟，但是佢都係感染引起嘅神經發炎，引起嘅大腦冇辦法休息，所以你會睡唔好。喺講到壓力鐵太，壓力鐵太時間表示你免疫力佢已經。自我攻擊嘅神經細胞變成已經發炎了，所以你情緒會冇乜問題。了解，還有一種係體力變得好不好，對不對？好甜，好甜性。安樣咪係錯麼？所以唐先生講會感覺講，其實讀中醫嘅觀點來講到安豆，因為先生都有講到發炎。錯。所以這是一種發炎的概念嘛？是的。
常都是系讲身体的发炎。那所以对你来讲，系讲大家是看中医讲到免疫力系治疗发炎发炎嘅问题，就这样讲吗？有就是办系安样，但是实际上按个大脉来看佢到底。佢啲脉气係要來冇來，又係佢發炎，又係佢慢性嘅發炎，又係佢大腦神經冇把它投射到脈象，表示佢慢性發炎，佢免疫力已經冇足咧，所以佢神經反射是完全冇出來。所以鄉親朋友咪要注意，就是像根本你常線上講嘅，係講你講有人叫嘅腸胃唔係安好，因為當我哋皮膚會開會風，係講有反潮嘅壓力嘅問題啦，體力唔好，大家所以注意，有可能是係你。對中醫觀點來講，是你身體嘅免疫力出問題咧，做啲安內冇平衡，沒有平衡嘛。對，個大家是會講啊，線上聽到大家講，你係免疫力嘅問題，那要怎麼樣提升大家嘅免疫力？你平常嘅做嘅是，你冇食甜冷嘅東西。大家看中醫怎麼講，怎麼都是冷嘅耶。是冷的東西，你免疫力發揮作用時間全部需要能量、熱量。你是冷的東西，佢身體的化學反應、化學反應，佢冇來源，你來源嘛，唔就你耗慳嘅太能嘅熱量去工作。總得是認識酒，係嗎？也總得。我是認識酒，你嘅黏膜上面的個細胞就在會死，還肝是擋唔掉啊！因為酒對肝臟啊，肝臟的毒性太高了。當到您講吼，我抽煙啉酒，我去檢查找超音波，我肝臟冇尿呢，有當然冇人講。嗰係體質問題。所以體質係當從擾從。係這個遺傳，你爸爸媽媽本身的體質，上你。我慢慢偏來模式是不就是天？所以天生的，你講你天生的體質也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先天因素。比如講有啲人啊，佢可能哇上竄從血流動空田、動緊衝，然後又潤透，唔講佢二兩下膽固醇比平均好高，佢飲食潤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這有可能也是因為遺傳，就是遺傳體質嘅問題。好，所以唔講吼，到底阿拉鄉親朋友講，你冇把東西體質凍好哦，是做啲青菜啉酒哦，咪做唔得安樣嘢哦，錯嗎？到老你是的，你免疫力唔好噶，你個肝臟功能轉換唔好，你是第幾厲害咧？你係因為食醫，因為食醫係嘛？心臟很幽默，意思是講後上海時間你都沒有感覺，等到你老尾時間你就知道，那時候就是要來晚的時間咧，錯嗎？你後上清涼容冇感覺。歲月不饒人，你時間到，你是我弟嘛，你老咧。其實你看，第三點講到你情緒要睡好飽的，莫熬染。莫熬染。為什麼？因為動到後上音說，我都要夜唱，我要夜衝，我沒有感覺，老死地咧。剛剛從來看到一樣平煙，佢呢度人係喜歡，佢上來傳錢，佢經濟冇按允許，佢壓力下大，佢上廿班，呢度人係去該。專門食酒嘅場所上班，但是我從來看到幾多是什麼，個錯的地方、失誤的地方是我不了啊。咁又萬一昔日，我是有朋友安樣，因為安樣不了當土嘅發弄，所以佢去注射昔日比如講，你小 case 沒有關係，佢就要注抗生素止痛藥落去，一下子好，本來佢腎臟冇幾好，一年因正常腎臟嘅功能損失差唔多1%，佢2個禮拜損失1.5%。該是現在講你該腎功能隨時該功能出現隨時是落下來動到，所以該東西凍上，但是佢都是容易免疫力唔好，叫我搏該東西，食不錯叫啲好熱唔水摸，又是認吃酒，尤其該嘛要到因為我下家境唔好，佢必須上大夜班咧，係買認買酒按窗手上班咧，佢要。免疫力下唔好說，佢下冇不安東西，而且搏嘅東西叫佢衝嘅反反复复，唔好，我看過前多安東西，尤其幹嘛教育幹嘛，你收容教養，個安就是什麼，就是類似收養了長照中心安樣，然後動物不安東西，個免疫力唔好，叫我不安力啊，不衝了一塊都是藥，根本不容易好，但是總之對安樣東西。很快就可以立竿見影，可以改善。是，對，所以我覺得線上講到冇咁錯，你想看看嘛，你好點點冇買實心，做埋身體會緊不了的，一定就是免疫力出問題。係，所以個病菌的感染發作就發作出來。哦，係，
家家来讲，就是身体要维持体温哦。这个叫唐英讲，你身体就是要维持你该有的温度，错吗？错，因为你你的汉台地方你最明显，因为汉台地方晴朗，你的核心温度会慢慢认为无袂当冷，你的核心温度会跟冷下来，所以佢就是下度来维持个下高的体温，既然用免疫力对抗。对。你热带地方还亚温热带地方，唔只是按多高热量东西，但是寒带地方，记得当明显，佢随时佢唔好，佢随时身体坏吓。所以特别去到甲要落雪冻冷的地方，大家来讲，我哋也是头壳里面唔会配，因为佢有热量。还有冻到会让大家都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仲来讲。今天到欢迎做的让强到长线上那度节目地读了大家来讲，其实读中医改观点，其实线上该还有富红动动，其实免疫力真的最重要，对不对？你讲好咬啦啦，酗酒嘛该。媳妇他们本裂了有没有？那你看西医肯定是可以打抗生素，那事实上人家对肾的影响，或是各方面的功能都会有影响。肝功能对，讲到两瓶，你讲身体的温度很重要。其实挨起都听讲，真的放松心情，吃好睡好。我要讲哦，挨好还有上改时节，我对底下在灌点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觉得放松心情，吃好睡好，不过底下我觉得其实好水摸。好好血，我觉得这才是对身体最好的事情。有氧。哦，讲体力系吗？线上动等一下，讲的线上系有氧，所以线上有血好水摸吗？冇。因为我当日下班日后，我喺度看所有报告，我看今日看过的平原，佢有忙啊不久，我有看到嘛东西就做一下突破冇，因为。那我要以中医师的立场来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好睡好。吃一定有吃好啊，睡好可能有没有睡好，因为东西太多，我必须每天判断。不行，轻松些。你到台家食好睡好，吃咖水，我们就尽量吃好睡好啦。哈，不过讲到两篇讲到，线上讲食好睡好，所以吃东西很重要。是的，对嘛？因为大家说真的是有时候病从口入，对，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讲呛水狗子挺出来，现在他觉得马改动虫了。菇类均衡，菇类均衡是一定嘛，所以有一种你觉得菇类菌类就是菇类，它里面很一定有毒动都该配糖体，是类似糖分按结构东西，它是可以保护这个黏膜，然后身体的免疫力可以来发挥。哦，刚刚问一下哦，就大家去吃火锅的时间有冇？是火锅的时间，大家有金针菇，有金针菇有用吗？有，外国都已经有。美国就是走萃取物，它提升免疫力，那报告都出来，非常的厉害。所以金针菇有用，而且可以抗癌。因为你台咖袂动，因为菇类种类真的好多，对不对？你大白喜西、佛佛也是，哇，马改菇都有，对不对？红喜菇啦什么，所以菇类还是目前。中医这边也是算比较推荐的食物。对，因为古代里面菇类、灵芝那类属于上品所以是比较没有毒性。但是现在这东西，我们就煮菇类，因为吸收重金属的力量，吸收那个培养的基质低毒的东西非常厉害，所以卖最好买有信用好一点的东西。所以而且我等下讲到了是黑了，因为。系统进步，扣好反弹哦。什么东西讲求快速、便利、利益？是变性讲，有时候现在底下吃东西又担心又弄肉啦，又痛啦，又重金属。不过就大家系讲卖好好诶，又形容解。不过菇类其实系一只冻好解食物对人体来讲，错吗？错。所以线上今日老大家来少解一只大家都不哈时就得煮解香菇牛蒡鸡汤。这个不会动难啊，什么？可是它很有效，很有效。我的小朋友在加拿大念书，他小朋友很容易感冒，比如说台湾的时候也是一样，没空了。所以我就从来会买个下好的土钙，那个香菇，买香菇意思头个下香下体内蛮快快，安样诶，因为体内只快打开，佢对住个孢子个东西营养含得个对住呢。香港嘅名人，你就做保护你。口鼻
还有我们个肺部叫做肠胃跟黏膜是表皮，叫做表皮还强壮，还没来浪导，而且更用的都氨基酸蛋白质，为了修补的身体，就是你好热甜的生病需要的东西，是在叫修补，让你免疫细胞来发挥力量。是，所以大白你看个连续卡改时间，第五度系讲有人很多感冒，大家说来喝个鸡汤，是真的。好，所以，哎呦，该底下系讲，像这边基本有看到你呼吸类的天气的时间，阿不然是做在做在香菇钙牛痛。对不对？还做的用牛蒡，而且牛蒡那个调味很甜香。对。太阴、细阴都唔会排斥，因为那个味道有点香，有点生门没有香。刚开始我们问下欣赏，像大概很多人会讲要喝牛蒡茶，也是很不错吗？是的，但是牛蒡佢调甜，你也有糖尿病，你做咩大量的食都做得哦。你讲牛蒡它本身煮起的话，安用还是会太甜哦，就是不调味还是甜哦。所以你讲系讲你冇糖尿病感应，适量轻松些，就得喝牛蒡茶，也是冻喉。帮浪豆日前做的啉下，都得，都你浪豆较冇啉强度，将你免疫力强的时间，因为变作少的来发炎下球。对，免疫力强嘛，系一只大家动少去讨论概念问题吼。有机会时间，咋个绕墙长线上那种节目地图，那大家都讲，免疫力就是要刚好，对，太弱太强都不行，太强就发炎抗进，不足某足的时间，今年会见平见吐当就唔会好。嘿，基本上大家都讲系香菇牛蒡鸡汤，还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都有谈过，板蓝根。错，这个是一种清热解毒的药啊。好，所以板蓝根我去来买，你都种肉店是做得的哦。所以如果性上来都提供你改便讲，我会插板蓝根，那我回去要怎么做？煮叉，所以最好是因为佢下浮下退火下浪大，所以你会捞啲甘草、陈皮、菊花、薄荷豆起来是做保护黏膜力量下堵喉，唔会强又唔会强浪大，唔会食到你不舒服。因为个板蓝根咯清热解毒，佢会抑制流行性病毒、流感病毒的 DNA、RNA 跟复制，可以让你毒性可以减弱一点点，莫来按严重。其实大家有发现冇？基本上像我线上都节目地图，线上少改食材，少改痛捞叉，都是跟我们的上呼吸道有关。对，因为我们的上呼吸道是免疫力第一线，所有的瘟疫、疫情、病毒，大部分都直接从眼睛、鼻子、喉咙、黏膜第一线进来。对，所以第一线的黏膜保护力好，其实我们一直往里面影响，变成很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大白后我们性上改世界不管中医改灌掉，还有西医改灌掉，他们都觉得这里最重要。对，就是这里，包括像有时候你是要这里的温热啦什么的，觉得这里保护好，因为它是第一道防线。对，所以。最每一个问题是讲，咱老先生卖板蓝根，有卖甘草、陈皮、菊花、薄荷转移，少许要用重新煮茶，用是做得啉的，系吗？炒滚半小时日内是做得。不用落去滚半点钟，那你水火滚半点钟是做得。所以唔会冻难。唔会难。哦，有简单，又有效果。好，讲到两边大家为定个是做的是香菇。钙牛蒡汤嘛，对不对？另茶改时节性上又建议哦，板蓝根茶，当然混合其他的，像是甘草、陈皮、菊花、薄荷是走对的。你讲除了食之外，你讲食喉、水喉，身上其实有很多的穴道，对不对？所以性上今天要帮我们介绍3个穴道，从吗？对不对？第一张是你塔个讲背后的大椎穴，好，我来提时间介绍大椎穴。大椎穴是按身体的肩膀最高的地方，肉条出现，到身体中间头那中线对下来，就是对好它的交接的地方是大椎穴。我老兄这边讲一下，就是肩膀最高的地方平行拉一条线，对，跟头部头那正中线。交叉的地方的那个穴，大椎穴就是大椎穴。那线上摸一下，那其实中懂，所以你可以叫家人，不话感应用大拇指去按一按大椎穴。这个
这个里面下面有那个星状神经是管人，所以不行。粘体一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最重要的地方，是，所以它是一个大穴。所以在中日古代，所有阳经的交汇地方，所以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大脑神经、中枢神经直接下的地方，所以影响的力量就会很强。所以你按着做三伏贴来按摩不舒服，跳那天来。还中风，还该跳那头哦，你跳不很轻的，所以你只能轻轻的揉按或者温热这样贴，让它贴着。我刚刚有被长信上哈到，信上说哦那个很重要，你要的哦，我们还是可以轻轻的揉按，对不对？不要重按，不要重按。对，哇，好重要的穴道哦。还有一张系讲，理解连泉穴，什么？错，连泉穴是的咧。黑温怪咧又叫软骨的上方，软骨上方。对，现在找过到，你比一下，在软骨上方的这个穴道。黑温怪最突出来的地方，上面一点点，你按压的地方就是要45角度往这个后脑的方向按，这个才会有效。是，然后再来嘴目很有趣。都下颔两片的，对不对？承浆穴。按到承浆穴，是在下巴，按下巴最尾端，对末地方往上推，推到骨头往上推之后，它有个就是要拉落去地方，凹陷地方，那个地方最明显，那个压起来会痛，这个就是承浆穴。是。你胃肠的唔好啦，黑温怪唔好，压一压，你很快你胃肠立刻就舒服了。比如说你很紧张，动紧张容易胃痛，胃不舒服会痛，所以是你一下子都会舒缓下来。是，所以乡亲朋友信上都了解到大家3只穴头了解头前了下颔两片，了解穴头往上推，往上推，对，一个凹陷的地方，对。像两片系讲，如果大家觉得肠胃胃肠不舒服，动会这样轻啊，不过要注意哦，不容易用引起的莫冲气。好，了解信上今朝大家讲的3只穴头，还有嘛解好聊下，你等下再来讲。基本上讲到长信上那种节目地图送两团节目哇，讲到动有意思还有穴头，所以应该读中医改观点，又做得补胃补性体，怎么样？我们可以吃补嘛，对不对？然后穴头咪系一种，不过讲到两片的时间，大家会讲，其实因为两下喊那么动念，大家动管吸东西来补，其实补过头反而有反效果。错。你是调到补胃，会变成免疫力会动强，动强之下，你马个是痛，只要一滴身体唔错的东西落来，就是剧烈反应，跟你所贵身的发展，它就变成你大量发炎很难压抑下来，就等于免疫式抗进是变成对付是个主生素就。红斑性狼疮啦，还是其他的过敏问题啦？比如讲，就等于咪讲上系嘛解，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那还嘛解东西，也是因为就等于解问题咪系因为免疫力贴强解关系。咪见免疫力唔好咧，不过讲到两片是讲。像运动饮是补啊，比如讲啦，像是浪天改时间，运动饮都好是，比如讲溶肉露啊，有给洗下讲第2天变成，比如讲可能腹皮变动态啊，然后那也是因为补过头，对不对？补过头，它免疫力强，所以变泛染呢。所以其实大家系讲，只是系统都不会串汤到大家食品补的时间，还是要适量之外，也要看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对不对？好，我们讲你莫把都补死好，恰当时候呢，有线上有拄过嘛，该补到贴好，结果反效果的案例冇。补调骨头的就等于是什么是调到，但是个体质是做唔得，其实本身是免疫力就失去平衡因，其实的。其实讲关节痛哎呦，还是个平常饮食什么唔啦，但是其实就是香港最早皮粒啦。基本应该老古年有是什是调到最早皮粒。就等于是出皮耶，因为是血压高，因为是嘛，其实了关节是跟免疫系统，先天免疫性就问题，其实很关节重要是痛嘞。大家讲阴肾动贵嘛，然后上次按贵的东西对大家来讲，大家应都适合所以你系按用。研究，不过今天你先到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两研究大家是当到疫情感问题，大家也是
就是会想说用因的保护期间，除了线上讲的用腔松、血喉、水喉、血补、润通，其实这边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对不对？提一点，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一个我们说空气流通的地方，良好的场所，对。不要到尽量的密闭空间，像你底下六人的热人旁就是密闭空间，对，所以你看，按到信上因素莫按豆含怕，因素莫按豆臭油臭狗是共差，公会也是就要注意，对不对？好，刚刚挑先用公狗嘞，我觉得睡眠作息很重要，对不对？免疫力怎么正常的发挥？尤其两眼球大家来注意，不要说哎呀。我习惯熬夜，我以前熬夜都没事，那现在就是真的要稍微保持一下，对不对？哈，还是要忍痛。走的，因为忍痛让本业该身体自我清除的能力，就是身体好组织发黑的发炎的，正常的，给我清除它，给我激发安样能力。事实上，大大的原因来治疗身体系统有慢性发炎的问题啊。跟你是想生活安样你。跟正常人穷了，平常人穷了，你生发从早期你生发正常的走水、疗好、食好，安样你是基本上。所以不用吃药，不是血肉。药个多少都有啲毒性啊，不是按到，人家就素药，那也本性上看。所以早大家来讲，感觉是生发角度好。反正是没得清豆衣，对不对？哈，还有适当的补充性体钙、应用性清诶，不用抗松。错，按照面积的表现，你讲就营养，因为面积的表现跟时间。输入基本的氨基酸呐，蛋白质啊，然后热量基本上就会发挥功能。是，所以这是适当的营养，对不对？所以你节目讲到两篇，本大家都了解，所以两人球因为新冠肺炎嘅关系，其实大家会吃到好不安，大家会 sell， 所以讲到来都还是不要过度的恐慌。可是莫过度的恐慌，你讲大家讲你就不要保护自己，你要更懂得用因来保护自己，因为保护自己咪系保护。对你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保护家人，所以大家会发现讲到安度，你基本用因讲有一点动宠扰，就是要睡好，要吃好，性轻也不用放松，所以你每天恐慌压力太大。反而对自己不好，对不对？哈，所以除了台大讲的空气流通的地方，如果是公共的密集的地方场所，要戴口罩，尽量不要去那么多。尽量莫去，係講莫發圖平面，帶嘴洗手，注意從容，就是心情放輕鬆。我們就知道台大講不要過度恐慌。是的。對，我講到兩篇有一隻。世界問題上在問線上，因為今年你貴呢度，你貴時都在講免疫力嘅問題，講到免疫力嘅問題，當上問線上，兩人叫遇到人哦，像在上班的時間，佢也冇用人哦，他就突然間早上起來的時候，這邊嘴巴就會長那個一粒一粒的，就問佢嘛，佢是會講好像是疱疹，你嚟講佛氣態，佢講是疱疹，那就是該是係透過就感染到病毒。给发出来，但是佢就是好好噶，佢免疫力还强，所以佢还有抗神经节第二毒去抗呢。等于尿的时间，面积的尿是又发出来，所以佢反反复复。所以了是係變性講，係講大家又觸過帶狀疱疹感問題，其實它沒有辦法，它是不能根除的，對，它就是藏在那個神經節裡面，只是症狀不見了，症狀不見，然後等到你兩眼球免疫力好它就發出來，就發出來，所以這算是一種提醒自己的警訊，對嗎？是的，因為根據書上還有一些記載是這樣子。個不沙士係認為因面積力唔好時間，大部分係老人家又糖尿病嘅。下攞低位嘅面積力下冇時間，然後幫啱嘅人去合發一樣東西。現在我問一下從朋友嚟講，應該嘴有點點帶狀疱疹，他沒有看醫生呢，他就說可能看2天，他有時候會自動就好。有些人會，有的人冇一樣，那是體質性，有人是為殘留後遺症，經痛動煙唔會好。嚇，動煙還動煙？動煙不一定會好。你說帶狀疱疹好幾年？會，那個疼是個後遺症的疼痛，那叫複雜性疼痛，那個不太會好，那是神經受損。可是它就會一直這邊有一個這樣，嘴唇的不一定。哦，
系其他部位搏杀，唔系单纯疱疹，单纯疱疹是全身的。对对对，然后这种因就是你大家会讲披萨是系讲像性体，该带状疱疹旁边啊、背后啦、对身体啦，然后背的上方也会长那一粒一粒的带状疱疹。你是老人家，老免疫力还唔好，老糖尿病，原因吼结合不安东西。对，所以线上讲的就是好发族群。对不对？老人家、糖尿病都是免疫力不好，很容易会照顾哦。因为我发现哦，特别我感觉疱疹离我好像很遥远，可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很容易就说哦，我疱疹复发，我要去看医生这样子。大腿内侧也有，从有点可以脚鼻大腿内侧，所以要怎么样去照顾自己？像这样的疱疹，那种只能看医生，然后吃药。对，可是你去看西医就是抗生素。抗病毒的药。那如果看中医可以吗？看中医，我自己还是个爸爸又报过安药，因为他已经年纪已经70几到80几最容易长的地方，他把安药东西也给报告，但是我看到最后发现係佢胃肠唔好過來嘅，因為查過咧神經學研究，安藥地方我安藥搏殺的位置，是因為胃腸唔好嘅。胃肠的功能对按免疫力唔好，其实我发现东西发在地方，结果用胃肠。它是摆在哪边？眼睛这旁边。哦。我住顺胎。好。吃一吃它很快就好了，也没有什么后遗症，冇乜後遺症咪見痛唔係。有。我要很有朋友其實當時，但是佢個痛唔係好。哦，所以其實是看西醫啦好，中醫啦好，所以找到它的原因，像剛才講，你嘅爸爸是因為腸胃感問題。所以可以調整他腸胃的問題，他那個疱疹就自然就。那個是後來，最近還有可能你本應寫該神經學報告，是，他也是認為是腸胃問題，所以他我報道該提放，所以部位不一樣，它原因不一樣。那係做埋大家都會講，因為保護自己身體嘅時間，腸胃是第一個要保護的，就腸胃的好。壞會影響整個身體的狀況。是的，因為 Endo 冇讀過 ，Endo 唔會相信為什麼佢研究報告冇安樣，但是 N 生活上 N 讀過，所以認為佢正常是正確的。所以其實師兄，你今日講到2點嘛，第一個自己的腸胃要保護好，腸胃保護好，唔會有身體其他嘅問題延伸。第二就是上呼吸道這邊其實是第一道防線，大家要先保護好。這算基本2大重點，對不對？是的。好，吃好睡好，不用輕鬆來提醒自己改免疫力。所以透過古早已經看到啊，你已經唔會食咧，快啲咧，你冇效咧，你看佢唔食，你成日要體力轉好咧，佢讓到當然佢唔食咧，唔想食咧，佢表示佢要肯做得。其實大家看到係講有啲反倒啊，呢啲動物是都市胃藥是代表好冇問題咧，聽胃好咧，對不對？有啊。哈，所以今日其實動分析繞牆頭長線上呢度節目地圖讓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注意哦，哈。非常感謝線上呢度兩篇，要喊直接來讓大家來分享，好冇？好。好，聽聽下來做乜嘅咧？空氣做日頭。